耶稣在欢呼声中进入耶路撒冷城后，接下来一周所要发生的事都即将展开。人们的欢呼声很快就消退了。耶稣知道日子近了，就和门徒们一起预备最后的晚餐。耶稣拿起饼来，向上帝感谢了，就擘开，递给门徒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上帝的新约，是用我的血设立的，这是为你们牺牲所流出来的血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